民众烦恼讲风台要来咯，所以一寡超市菜市拢互抢卖了了。早起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是强调讲，菜市的供应量真充足，也毋过因为交易量有较少寡，所以价销有淡薄起。伫宜兰有农民是赶紧抢收葱啊，伫台东有正式起的农民是烦恼烧风，所以赶紧压水。 卖番麦蛋的大雨伞，伫一阵强风之下摇了真厉害。一早台北市这搭菜市啊人袂少，比9日下暗800支宣布停班停课了后，连锁超市货架顶头青菜抢了了。来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1楼的菜市啊，叶菜类蔬菜供应阁算充足，阁有单促销一堆50块。一堆都50块啊！每个礼拜四都还没人买，就在这边买就好了。对啊，这里应有尽有。这里菜还比全联多，还有新鲜。不过，某民众感觉菜有变贵。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表示，蔬菜产地前一天因为大雨有减少采收，所以3号交货量来到993吨，比昨暗减1成，平均价销来到10公斤41块3，小起4%。交易也算蛮热络的，所以也蛮顺畅的，所以今天平均单价相较于昨天，是有微涨了1.6元。卡努风台靠近，风雨会慢慢变强。宜兰3省农民嘛，赶紧趁一早风雨势的时阵赶紧抢收。不过，会当采收的其实有限，该考虑到是毋是有农药残留，只好会当收偌济算偌济。农药期还没有过啊，所以说也只能就是听天由命了。听天由命。伫台东的石徛园，农民嘛赶紧拍开压水的系统来降温。虽然卡努未直接来，但可能会出现分风。烦恼损失扩大，农民除了降温，嘛把握时间整机条来防风。也是会影响到释迦花，它会让它。农业部除了提醒农民做好准备，避免灾害发生，嘛表示农畜水产品目前供应稳定，那市场价销波动，必要时阵会启动相关的调节机制来稳定供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